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讲起万福一件事情，对于我哋六队嘅客家人来讲嘅话，係一個最重要嘅一日。因為喺呢個地方，我哋唔單止愛感謝到我哋嘅天公，也一年來對我哋嘅保護，同時我哋也感謝到我哋一年來嘅辛勞。嗰時睇一年來地方，我哋會請客家人食飯啦，客家人會歸來互相去看護我哋嘅好朋友。對於105年開始，我哋六隊客家文化園區如果派我哋六隊嘅籌書記，今年六隊嘅籌書記喺11月1號到11月26號。我哋今日特別邀請到我哋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嘅何建良何主任來到現場，我哋紹介講今年嘅六隊籌書記有乜嘅精彩內容。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何主任來到現場。何主任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何建良。主任，因為其實我哋提講六隊籌書記一件事情，已經辦咗幾多年，到105年開始。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先說明一下講，當初我有一位六隊籌書記，同時都更加一六隊籌書記變成一定用嘅法通嘅。當下主持人有講吼，六隊中對生命對嚟保佑同感謝，都春期求保安的觀念，做下我嘛想到講對105年，我都想呢件事情是得作為我六隊客家中對其他族群小家嘅好好嘅發通，湊大家來六隊客家中行了。當然對人自家客家族群，嘛係永永遠遠對人嘅祖公傳落來嘅智慧還有文化傳承嘅，當然來過來做到個好，個做到個長遠嚟傳落去。我開始用我哋法通嘅時咧，係對108年到本觀光局了下個叫做觀光署啦嚇，開始都宣布嘅喺台灣2年100屆觀光年歷嘅代表，喺南部法通地方應該高手都係真好嘅代表。當然我用安尼嘅方式得到當多人嘅肯定啦嚇，像今年嘅觀光亮點，我六隊文化園區嘛都喺全國排前頭前。咁嘛，當感謝講，大家年年來參與對客家莊嘅相關文化習俗、相關嘅法通咧，按大幫、按支持。佢像今年嘅話，我哋講我哋今年咧六隊籌書記嘅法通對11月1號到11月26號嘛嚇，但是佢真正開幕係11月4號。希望同我哋主任同我哋觀眾朋友說明一下講，一內啲法通應用去進行啊。嗰個做下主持人講啊，我都想同大家來分享講，第一件事情嚟講，大家對六隊中有乜嘅特色，有乜嘅精彩嘅法通來招大家來。嗰時候我咪希望講，當做事情上安尼，將六隊，就是改鬧嘅方式來招大家來。做下主持人有講到講，當到嘅法通要用順來安排。我還係希望講，對鼓勵開始，像一開始我對11月初1開始，11月總頭嘅北江，還有南部人青松市嘅中央公園，倡導園區來。我搭個服從，希望講也個教授相關求書嘅法通咧，大家來到六隊客家莊，總下得到親有尊敬嘅北江啦，還有中央公園嘅保佑，還有祝福。當然相關嘅法通，我呢幾年越來越多安排啊！第二就係咧，做下講係希望講大家知道講。以前嘅人係用順嘅虔誠嘅，對人嚟做法通之前，我都安排今天，我嘛特呢幾年攏請到彩體嘅八音團啊，彩體嘅先生，當然都用鼓勵嘅方式來做相關嘅開創。像今年我希望講，呢幾年大家來參與啊個場地杯，有感覺。我上愛講嘅將六隊六隊歸鬧11月初4開幕嗰日咧，我要彩體11月總頭嘅好朋友來到我哋會做相關嘅吹雞嘅表演。當然了
底背呢，由大家来参与的过程中，俺嘛希望讲来今年你是咧看到绿队中嘅好朋友用顺嘅热情来反映大家。啊，当然俺嘛希望讲大家对俺做下报告嘅，俺做嘅相关嘅服从啦，是得祈求平安。俺嘛会竟然呢用绿队嘅文化相关嘅特殊现象。贴办法呢件事情，咱做亲好嘅是对大家报平安嘅法宝吼，同大家来相识，同大家来做朋友。啊，当然希望大家是得看到像安尼嘅闹热嘅场面啊，你去年大家来参与，今年以前又比去年更加好一些。我相信大家心情都会像大家看到的，又欢喜又闹热啊！希望大家不但唱係國內嘅朋友向下來看像呢位去年嘛有相關嘅社區超多其他在地嘅國際嘅朋友共同來參與今年大家是得安排時間11月初4嘅時來到俺嘅園區，共同來看看綠隊長嘅好朋友用自家嘅熱情，自家相愛同大家看到嘅交流嘅方式，嘛反映大家今日你也感覺講你是在做越輕鬆越有特色嘅服裝，你嘛是在用你自家嘅方式來同俺共同來慶祝一年一度嘅綠隊高秋綠隊收成嘅好時節。真係冇簡單吼，因為像一種我哋平常來講，我把喺我哋採體嘅發通吼，嗰種唔單止嘛，結合到我哋嘅文化呀部分睇下發通地方，比如我哋嘅觀眾朋友可以去參加下發通地方，嘛可以提供我哋南部客家嘅文化有乜個無強嘅地方。觀眾朋友頭先我哋嘅主音吼，其實講我哋過去詳細嘅流程地方。你這個唔有注意到冇？其實我哋呢一擺嘅綠隊秋收之地方又講到講，頭先我哋嘅主任又講到，我唔知一擺天講，我哋話要結壇做服從，因為其實我哋唔單止係我哋嘅人頭嘅戲服同我哋嘅人面嘅玩服，對我哋綠隊人來講嘅話，其實最重要嘅主角都係我哋嘅八公。好，同時八公一件事情，很多講嘅講，我哋人頭時就擺唱鼓啦，我哋人面時擺唱鼓啦，同我哋他家人共下是主。好，接觸他間人嘅功用，頭先我哋中醫講嘛，講到接我哋講我哋派嘅服從，中華上我哋派嘅服從係乜嘅呢？呢幾年其實我看到綠隊中有個蔬菜，經過300-400年，當到清河嘅文化留下來，像家東、綠建中，佢哋還係當年做服從，對人嘅新店啊、新機啦，大家來不給祝福，大家來想下講，又有清河嘅新界生命、新界人力來到人嘅客家中，共同來為客家中打拼。天意界對所下講到呢幾年，其實我哋嚟做，當多人啲講，差唔多正月15開始祈福嘅時。大家都希望講，去年本神明保佑，今年再次向神明祈求講，咱自家會努力，咱自家會同人相互合作，希望講做事情呢得到相關嘅庇佑，還有自家做事情呢能夠知足人足天足安尼。當然到年下嘅時，就像主持人講啊，嗰種感受都係講。不單唱對天嘅尊敬，對神明嘅感謝，還係感謝隔壁鄰舍、隔壁莊頭，還係感謝當多人對呢個姻緣地位嘅打幫。嗰時用服從嘅方式呢，我大概對綠隊300開始，我都特別唱到新嘅莊頭，自家對自家嘅開基八公啦，講親有特色嘅八公呢，是得。總頭自家人呢來做小記，俺綠隊園區本來都係個平台，嗰時我希望講，大家來到呢位唔單止看到綠隊文化園區，俺嘛有一個親好嘅大家親尊敬嘅開基八公土嘅位，還係是咧看到新嘅鄉鎮區，佢當有歷史，當有大家感情嘅八公，當然服從呢幾年做落來，俺還做。當多嘅較有嘅相關事情，像按照地理資訊
GIS 嘅相关嘅，啊，即摆大家是得用新嘅科技，就是看到掠到亲令人尊敬，特别有特色嘅白光图内行，我嘛希望讲服从係一則虔誠嘅感謝，得服從互通嘅時，帶到掠到生命嘅祝福。規佢相關嘅不但係工作，不但係家庭，攏一種精神嘅寄託。希望年年大家攏想到講，高秋嘅時來到綠隊客家莊，不管你係同人感謝，還係講做朋友，還係講一種心靈嘅感受，講我都年年來了會是得有感受到綠隊客家莊對我嘅支持，對我嘅祝福。我都希望綠隊客家莊係大家嘅親好嘅朋友。好多觀眾朋友看聽我哋節目第一段地方，如果發現到講，我哋一對11月1號到11月26號綠隊秋書節，唔單止可以好教好料，還有個有文化意義哦。休息下喎，下一段節目我都同講，頭先我哋注意咪講到，講到平安法寶，都係喺乜個東西咯？我哋馬上過來喲。歡迎過來，福氣來嘅上個節目，我哋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嘅何金陽、何主任來到嚟現場，同我分享今年11月1號到11月26號綠隊秋書節嘅關於鬧熱嘅內容。我想請問一下主任，因為頭先有人講到，我哋嘅文化部分其實今年保留嘅貴多嘛，貴重視，但是又講到一啲平安法寶，係乜個東西我感覺到貴神奇呢？係咪同你觀眾朋友說明一下好冇？呢幾年，我看到綠隊提起嘅當有文化特色嘅貼盤化嘅，因為你係含係對因自家嘅白光、金白光，用自家係個蔬菜嘅連經嘅花材來種虔誠嘅金白光。啊，當然客家人佢本來都生活都係安尼，你係綠隊嘅特色。啊，冇個金花嘅相關花材咧，嗰陣時咧，佢拿來曬布去糟，做一隻像法寶安尼嘅方式咧，大家是得保平安啦，有時熱度啦，係你會冇輸送用安尼方式。嗰種我嘛希望講大家有機會接觸綠隊嘅特殊嘅文化資產。呢幾年我對相關嘅各隊嘅社區嘛都相關交流，希望綠隊辦法要得到相關嘅文化主管單位嘅認同，作為一個特殊嘅文化無形文化資產。嗰種我嘛希望到大家親鬧熱嘅時，用安尼生活是得用到嘅，是得體驗到嘅，又是得了解到綠隊文化親好嘅無形文化資產嘅方式來做交流。對啲綠隊人嚟講嘅話，嗬，同我做人嚟講，我感覺到幾感動咧。因為喺聽我哋一般啲日常生活地位會讀到嘅，但是我會發現到講，其實幾多人唔係講啲，唔單止講唔係乜嘢度辦法，唔係講我哋辦法用起以後，我哋只會洗澡落邊做法水，就像我主任講嘅，嗰種有乜嘅魔術爽啦，嗬，身體有乜嘅怪怪啦，嗬，其實我真係會寫法水一件事情。嗰種透過一擺啲安生態發通地位同時，把我哋綠隊採體嘅啲重要嘅模型嘅文化，同時收嘅幫我哋一擺來參加嘅朋友地位，都真係都發現到講，其實從頭到尾主任又講到我哋嘅綠隊文化人，佢都係啲平台。把我哋綠隊嘅地位，唔講咧客家文化精神啦，客家文化生活嘅內容，全部嘢喺平台地位，透過我講用無腔嘅發通地位，一般他嘅人哋。但是今年行我哋講對11月1號到11月26號嘛，但是11月4號嘅日咧，嗱我真係嚟開幕。咁每年開幕一件事情其實佢重要啊。咁開幕嘅日咧有乜嘅發通咯？其實我嘛哋下希望講當年嘅11月，對。日出到日底嘅時，大家攏是在記得列都係按綠隊高秋秋書節嘅相關嘅起場。當然做下主持人講，按體嘅禮拜六、禮拜日，當然選了日嘅時，大家較有時間。做下講到係前一日有今天相關嘅程序。
希望大家提供系当虔诚来。今年主要有讲到讲，一开始希望大家都会来到乐队客家庄，希望大家感受到客家庄，不单讲客家庄啦，其实南浦东腔款，迄个工业情嘅素材，都会对照都按农时的老料，农时的留下来。佢说一开始今年有做下讲嘅乐队园区，个对嘅新义乡镇区，差不多来游园闹热。过来，俺都希望讲，安福市咧，俺前2年半，临安成功做上局，当多人感觉讲真有意思啦，因为做下有讲客家族群，自家对文化嘅小记还有传承，係客家人一天来做啊，客家莊嘅法律，還有客家莊嘅講鬧，大家來看到。亦見嘅眼班嘅相關嘅成功就表呢，大家會感覺講，有我一個朋友，還有當有名嘅相關嘅以前嘅田金國秀啦，就掉，竟然咁講，我做一隻文化嘅學習交流體驗，用佢自家親內行嘅照表來做呢，得到大家當多人嘅肯定。繼到臨安咯，俺當然希望講，呢幾年俺有看到講，其實新疆嘅樂隊嘅走順，還有安福市，有涼爽，有當到鬧熱，還有當神奇嘅所在。俺延期啲波下晝頭開始，嘛要做相關嘅野餐。樂餐時呢，嘛希望大家用自家嘅特色，像安尼來佈置自家想來做嘅。到臨安嘅時，俺今年本來都辦通土嘅相關嘅錄像發通，俺希望今年高潮潮手機嘅第一日都對組來到樂隊，到臨安嘅時參加招標，還有時間呢。都吃到俺園區，當然亦吃到客家莊其他所在，俺嘛當反映，俺都希望講大家是得留到樂隊客家莊，共同來感受到一個熱情嘅所在，係按多人有自家嘅故事，係講而自家咪當到故事，是得講俾樂隊人來聽，俺希望都係安尼，佢說差唔多是得安尼講，對走順了到也係是農時的樂隊，親將親好嘅樂隊客家莊。真是冇簡單啊！等於如講，把所有嘅族群唔單止係我哋嘅親子可以來，我哋講野餐，我哋更加運動嘅人都可以落我哋講嘅成功嘅招標，然後同時呢，你這個年輕人錄像嘅。嘛有啲錄像嘅發通，嗰時也被發通嘅設計真係方方面面嘅。但是其實也發通地步，我發現到講，佢今年來樂隊以後是一件事情佢重要有乜個貼配咧？我同我哋廣東朋友所講，唔今年一班我哋11月1號到11月26號來，我哋樂隊抽數機嘅時間，唔可以看到我乜嘅樂隊佢貼配嘅事嘅東西今年我冇想到講，想做下野餐嘅事。俺有設計講客家嘅披薩，還有載體像今年相關嘅單位等下俺我會分享，像佢做嘅相關嘅特殊嘅客家莊嘅好美食當然客家莊我當希望講樂隊嘅特色呢，是得用呢個高手手上嘅是本大家要感受到講，來到呢位人講嘅獻體參與贈以外像樂隊嘅蝶牛園我嘛係來到呢位場地講樂隊客家莊對自家嘅相關嘅好美食呢有很好嘅特色大家共同用呢位真有名嘅無煮嘅相關嘅真好嘅松頂嘅肉用很多人共同來做料理嘅方式看到人用越來越鹽，有鹽分又有團圓嘅感覺。你眼見嘢嘛要做到，還有樂隊園區你見嘢眼嘅信對園區嘅整理還有
景仰同用心嘛，俺也嘛想金盘发爱时，嘛用俺延期相关嘅发财。啊，今年俺嘅同仁还有在地嘅职工吼，嘛有当有名嘅在地嘅当要做客家美食嘅专家吼，佢都看到俺延期有忘记发嘅，忘记办当人细汉时嘛有食过，你看到人讲嘅分班啊吼，好多人咪讲分粿，不过呢幾年又參與到咱延期嘅相關嘅客家美食嘅體驗嘅，我感覺講，真正係六隊嘅在地好朋友做出嘅忘記版，特別有料個特別好美食。今年咱都希望講，大家是得用安尼嘅方式來到咱嘅延期參與呢種好美食。好嘅食材，好嘅六隊特色嘅相關嘅美食體驗。從按多按豐富嘅一啲飲食嘅內容嚟保養啊，記得佢那邊咪有啲農米廠是冇？係，嗰啲農米廠其實咪有相關嘅嗰種美食可以推薦俾大家嘛。呢擺吼，咱同仁嘛當認真吼，怎啊講啊？像有延期啲不有甜球咩？吼，咱等下會。大家有看到，咱咪有雜菜，田延期地方有兩件係菜地人同咱結合嘅東河嘅文化嘅相關嘅資產，依家係原料係高樹良木嘅好朋友本眼嘅，依家係人講嘅農田啦嗬，係屏東歸來農田見本眼嘅，咱都希望講今年嘅發動地方。嘛是得安排講，參與了兩個蔬菜以後呢，去做相關嘅體驗。細漢時應該太多人攏會感覺講，爆米蟲呢件事情，會適度嘅時，會參與到嘅要生，要看到按醬嘅按好嘅點心哦，大家一定會感覺講，嗰係細漢時一種親好嘅當甜蜜嘅。滋味同自家嘅心感度，我嘛希望講，你以前有識過嘅人，是得用參加時湊自家嘅家人，共同來體驗分享你以前嘅感情。我嘛希望你下嘅小朋友，俺延期實在是當時設計嘅相關嘅好朋友，幫俺留下當好嘅發展嘅基礎啦。俺又有田地波要做種食物嘅，你今年嘅米又同。變順嘅酒廠，就做料理米酒，做下呢啲米，又是得看到農業間，又是得相關嘅尋到菜地來做，幫面廠嘅好方法，同大家提供屏東出當多親好嘅米，米是得同大家對呢片土地，還有對相關嘅事物呢一種感情，還有一種感謝。等於講，我哋呢六隊文化園區吼，唔單止我哋客家文化嘅平台，同時喺我哋當初我哋傳統嘅客家村莊嘅一啲貴重要嘅樣嘅。嗰時看入邊觀眾朋友，我分享到講，其實一擺文化發通地方吼，唔單止有文化嘅入面，食的一部分嘛冇簡單咯，同時咪有我哋嘅親子，還有我哋最滿意嘅，我哋講我哋食一部分都係準備嘛個咯。下一段節目我哋嘅何金良、何宗英馬上同講哦，休息下我哋馬上過來哦。歡迎過來福氣來嘅，上個節目我哋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何金良、何主任來到我哋現場，同你分享講，喺今年11月1號到11月26號嘅六隊秋蔬節裏邊，11月4號今年嘅開幕有某個幾特別嘅一個活動，但同時呢，我哋提講其實嗰度觀眾朋友們講，加上我帶新年嚟有某個好搞嘅，還有我哋愛呢食嘢啦。一件事情最重要好冇咧，我哋請我哋主任同人講，加上我哋帶新人嚟嘢，幫我哋親自嘅發動地方，有乜地方好搞嘅？其實我咪希望講，六隊文化園區係一個平台，當到蔬菜六隊中，攏是得國家或強下去像呢種嘛係看到講，一隻親子共同嘅，
当然农药种相关嘅农产品，本大家来献地来摘，献地来一家带转去，来参与，一家摘嘅菜，一家煮，真好食。还有做下讲到讲亲子嘅部分，我嘛希望讲，当多人会感觉讲，客家语言参与嘅过程，我嘛是得配入去。嗰时候我今年有一只六步茶嘅，六步茶嘅其实我用六步茶嘅用客家沉浸式嘅方式来伴参与嘅亲子还有相关嘅小孩嘅，是得共同来对客家语言接触嘛系教了同行去学习，还有咧还系一只希望讲对六对特殊嘅相关真有历史记忆嘅事情连起来。记咧下咧今年中下系六队运动会嘅东河嘅一只项目，我嘛希望讲像安尼嘅亲子活动呢，大家是得来到园区嘅时，我感受到讲，不但像自家有客家语言嘅学习，有相关嘅有兴趣嘅活动者参与，还有是得用安尼嘅方式了解越多客家中嘅连接。唔错。你上头都讲嘅，你开始都有嘛？我哋成功嘅路养嘛，好，同时我哋話牙傳，哦，同时係六步茶。嗰時我講，我能夠幾年熱頭啊，走時嘅時候都真係是教我鬼聽，嘛教我鬼妒忌，噶，那是呀。我哋啲講其實吼，我哋啲啦，六對潮水之嘅鬼重要嘅發通都係你師傅人，咁今年嘅師傅人有乜個特色嘅嘛？師傅人呢今年吼係大家真詳細嘅一個參與啦，因為菜體嘅做傳統啊講是得主事嘅人，佢會感覺做一隻師傅人嘅參與者，佢動用心，佢用真好嘅客家料理，真好嘅在地美食共同來做。像去年因為開始大家回鄉，因為越來越幸福嘅蔬菜吼，伊該含以前含無法度講，唔大家含啲強強嘅，差唔多有60族，今年俺有120族吼，大家攏會當反映嘅投入對中留下一個真好嘅回憶啦吼，俺始終講，大家以前去同人識那種攀族嘅時，嗰種心情吼係歡喜又感覺今比係當有準備講，是得好好食，是得好好講話，是得看人，俺嘛安排相關嘅客家表演嘅選好嘅相關嘅表演者同大家來互動，俺嘛感覺呢件事情吼，上班嘛要得到嘅像國際嘅頻道啦吼，National Geography 同俺小結出嘅時，俺有感受到講，呢可能係因自家對自家嘅人生、自家嘅土地一隻感情裊裊嘅表現，希望大家攏係當然攏係找自家嘅好朋友，找自家嘅家人。用六對師傅演呢件事情呢，來做一個共同嘅參與。像今年俺當然嘛係準備當到好嘅相關嘅料理，還要用一個方式到講，一開始用一個盆菜嘅方式，嗰個方式係希望講大家看到按澎湃、按太寬嘅食材，反映大家共同團圓共下。共同感謝，用安尼演員慢慢一種自我嘅感受，希望來年一天大家又是得用六對高手，用六對客家中繼續來做年年嘅共同嘅文化交流活動。今日來到我哋六對，唔單止識我哋嘅玩法，看我哋嘅表演，同時呢，還可以去六對那料啊！有部分像主演講，其實我哋講，其實以前嗬，我哋都有設計到6條啊，你6對行料嘅啲，另外講小旅行啦，嗬，今年哦，除咗6條以外，還有配啲冇？咱今年係用安尼嘅想法嗬，3件事情來做。第一則就係講，6對客家中嘅
太些事情，吼，唔单枪是高手，大家希望讲高手是来绿队，过来呢，可能下个月都有队嘅米农，你是得去帮路拍咧，爱去编选嘅绿龟，实验亲后面是个高山茶、台湾茶，台湾茶，而嘛是得到其他嘅相关嘅总头做自家嘅发通。当然，俺嘛袂讲到明年3月有运动会咯，而高手同俺共同安欢喜。3月时过来做俺嘅人客，俺亲尊敬嘅人客。3月时不管做主持人讲嘅。同冇不做细人，是得用安的方式，自家对自家安排一个想法，讲我高手，我转去看自家屋企人，找自家好朋友。我3月时运动会的时，我嘛要转去看看以前嘅参与者，还有列下嘅参与者，拢系绿队人，自家载体嘅故事，自家来讲。当然，我礼拜嘛系希望讲相关嘅旅行嘅事。做下来讲，载体人讲自家嘅故事，用带路人嘅心情，像俺以前办嘅事，不管你系去玩先锋队嘅相关5.9岁啦，俺嘛要寻到载体嘅5.9岁嘅工作站嘅相关嘅好朋友，去家东嘅事，像用心商店、用金茂新商店，从年头天都系希望讲，越多人来到绿队客家中。佢用自家嘅熱情、自家嘅生活嘅故事來同大家做朋友。俺睇嘅事情都講，綠隊中嘅好嘅社區相關要做法通嘅人，俺就要連接起來。聽伊嘅講，俺呢幾年還要做一個事情講文化體驗呢件事情。佢說俺做下講到俺多講北港嘅故事，而家同俺園區看到服裝咧，下一晚你睇到內行，你應該去看看佢。土氣講話，北港親無相應嘅，喺客家中親定人尊敬係北港。過來就係俺希望講，綠隊園區附近嘛有一隻親好嘅自行車嘅，是對俺嘅園區行前隊、行竹田、行輪嘅一條女僕，還有我仲有講到今年係女僕就從算一幫嘅，佢對日本時代就對後隊。共同有故事咧，可是俺嘛希望像安尼個素材，是得年年有不同嘅相關嘅立場，而是用你自家嘅時間慢慢行、天天行。我還係希望講，其實綠隊中你搭擺來一定有不同嘅發現，有不同嘅心情。我希望講，做一個客家中嘅行托係一種心情，對自家來講，年年來相約。無你嘛是對俺綠隊分做6擺，一擺去一隻隊，我做下有報告，當多個社區好朋友，俺哋下嘛做一個地圖講係，就近個好蔬菜、老料嘅蔬菜，食個料個農友，像可可亞咧下屏東真有名，做得清真正第一名嘅。當到係客家莊嘅肢體，嘛有到客家莊來參與嘅外種人啊講，其他族群嘅朋友，建立下攏係綠隊中親真正親鬧嘅代表。我希望大家來聊聊嘅事，是得發覺到自家親有興趣嘅素材做相關嘅連結。等於講安尼嘅設計啊，唔單止講，真係係為到講人哋外地工作嘅綠隊肢體，唔單止講人萬方嘅時過來聊聊，其實佢大部分係希望講我哋外面嘅朋友，各縣市嘅朋友來到我哋綠隊，唔單止可以睇綠隊文化園區，去認識到我哋綠隊按特色。按講嘅一啲文化，同時嘛可以對一個讓我哋講園區做一個中心以外。去認識我哋嘅綠隊嘅12鄉鎮區，咁像我哋一般來講嘅話，我哋客家文化園區同我哋咧客委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也唔得因為講哋睇下俾啲角色地位係做樣嘅一啲安排同一啲設置咯。一幾年其實我用生態博物館嘅方式來經營，嘛得到同到採天然客家莊其他族群、其他單位嘅相搭幫啦，我都講。共同來做，共同做伴，
工作空盘上座下讲文化体验，咱嘛希望大家伫咱嘛希望伫讲菜地嘅产业、菜地嘅故事，用行头嘅方式去理解。还有咱嘛希望讲展示，像前几年做对嘅小木啦、中木展示以后得到奖，咱嘛希望讲即摆当年嘅绿队运动会嘅蔬菜都系一只展示嘅好蔬菜。希望讲用安尼个方式，慢慢，在地嘅故事越来越丰富，在地嘅相关嘅产业、相关嘅特色本人知道。那么希望有一日，像咱准备嘅相关嘅相片，越来越多全国嘅好朋友，越来越多国际嘅好朋友。就像咱昨下讲嘅，观光署嘅相关活动，咱嘛都认真参加。开始名流投票嘅时。当然，去菜地而且讲，因要加油哦！你系因绿队嘅真好嘅代表嘅所在当到去抽到其他朋友讲，同俺投一票嘅，因为呢个所在只听伊本俺一个机会当然俺都用安尼嘅心情，当年嘅准备，当年嘅相关嘅发通安排，都系希望讲一只平台，都系一只共同嘅力量嘅结合嘅所在，俺是得做人嘅相关嘅陪伴者，做人相关嘅支持者。俺嘛希望菜地嘅故事越来越多人讲得越来越真正，越来越生趣。大家来到绿队中听菜地人讲故事用俺绿队客家文化园区做一只平台，先参与，先看到。董感谢像今比安尼嘅节目，嘛系帮俺机会同大家来分享咱呢几年绿队中做嘅事情，还有绿队中按奖按好嘅所在，亲真正嘅人，俺希望大家能知道，嘛欢迎大家来。观众朋友，看今日节目，唔即个我想到讲，今年唔即个唔单止讲唔系咩绿队人，无都讲系我哋绿队嘅朋友。今年嘅11月1号到11月26号。一天让我哋绿队参加我哋绿队嘅抽书节，你看好食、好搞又好聊。今日我感谢我哋何主任来讲，现场主持人按精彩故事。感谢主持人，欢迎大家来聊。有些下午得听我哋先生来强运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